电视机上阿爸安普屋阿爸涉嫌侵权，偷接18间电视台拢总53个电视频道信号，互因的客户看免钱的。新北地方法院昨依照违反著作财产权，判负责人黄朴全4档的有期徒刑。台湾安普嘛爱罚100万，若民事赔偿的部分爱赔互每一个电视频道250万，拢总爱赔超过1亿3千万。东京奥运期间，日前陈建州网络发文替台湾选手加油，随后发现伊使用安普电视阿爸违法看体育台转播的比赛，引起大风波。检警调查发现安普阿爸的负责人黄朴全甲中国盗版业者合作，借着偷信号偷报18间国内电视台。53个频道的影视作品，透过安装特定的 App 就会当重新免费收看国内外各大频道的节目。合计有18家电视公司，53台频道，每一频道新台币250万元的损害赔偿，合计1亿3250万元的赔偿额。台北地院日前宣判这件违反著作财产权罪的案，认为安普电视阿爸违反著作权法，判黄朴全4年徒刑，台湾安普处100万罚金，附带民事讨赔部分判每一个频道250万，黄朴全甲台湾安普连带赔偿超过1亿3千万。现电视业者要交给那些卫星电视的，他们一年都要交好几亿。台湾的电视产业呢，经营事实上非常辛苦。电视产业他们的一个收入，一个是靠广告，另外一个靠的是所谓的授权费。学者认为判赔1.3亿1点也无济，因为台湾的电视产业营运模式是由卫星电视业者产制影视节目，背后有线电视业者搁销售给观众，观众逐个月付电费，有线电视业者搁将一部分作为收款费，付予卫星电视业者搁导致内容产制。那透过安普电视阿爸看免费电视，毋但对卫星电视无公平，也破坏规个运转模式。依据电管法规定，未经审验之射频器材不得贩售。民众购买无线机上盒，应注意是否有审验认证。因为 NCC 会议2016年开始加强抽检机上阿爸的无线射频功能，到2023年底已经有91款防废止审验证明，呼吁民众唔通买无审验合格的机上阿爸，强创优良的产业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